赤馬年啊，搞得唔好嘅，仲可能發生意外，所以咧呢方面咧要特別注意嘅，因為火太強，火係代表一種嘅能量啊，佢係上升嘅能量，所以嗰啲人咧好容易會亂發脾氣啊，甚至會得罪人啊咁啦。所以就有人問我有冇啲適合戴嘅手鏈啊，我就特登整咗條五行手鏈俾大家。呢串手鏈有啲咩特別嘅玄機響處咧？第一，今年丙午年啦，丙午咧雖然佢納音嘅屬水都仲好啲，但係咧佢天干丙火係代表太陽，而且佢撞人星，即係話今年嘅太陽特別厲害，咁嘅意思啦。因為太陽光線太強烈啦，一曬落嚟，令到啲土都會成龜裂啦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建議咧，大家咧摸呢個手珠嘅時候咧，尤其是喺春天嘅時候，先摸一摸清晰嘅，清晰係代表一種生氣。但係亦因為今年咧，佢嗰個陽光啊太強烈啦，咁所以咧為要平衡咧，第二步咧就建議大家摸下黃色嗰粒火生土啊嘛。咁但係太過猛烈嘅陽光都會使到呢一個嘅土會焦裂噶嘛，係咪咁講啊？我哋要摸摸個白色嗰粒金啊，咁金咧同水咧係兩個咧係互相互補嘅。摸完呢個白色呢一粒珠之後，亦要摸摸呢個黑色呢一粒珠。咁仲有紅色嗰粒珠係點解啊？咁因為呢一歲手鏈咧，佢係配合咗九子離運，配合大運啊嘛。一個大運有20年啦，但係喺呢20年裏邊都一定有金木水火土嘅流年啊嘛。咁亦即係話你買咗一串之後咧，喺呢20年嚟講都冇問題。你到咗下一個3年大運嘅一運同埋二運啊，甚至三運嚇，呢串珠亦可以作為我哋日常嘅一種嘅玩弄之物，係嘛？你得閒你摸下佢咯，摸到佢立立令啊！呢一個珠你養得佢越係靚嘅話咧，即係精神咧，一望佢就係好發光咁樣咧，亦代表你嘅身體嘅狀況係最好嘅。第二，呢串手鏈咧，佢係用小葉紫檀嚟做嘅，而且咧仲係用上品嘅小葉紫檀。咁點解我建議大家要帶啲木咧？好多人都唔知道木係代表陽氣，因為我哋喺五行裏邊咧，春天係喺東邊嘅。咁亦即係你可以睇到春季係嘛，百花齊放，到處都發芽，所以寓意都係好好嘅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可以買一個翻去試一下。